大家留意啦，喺外邊排晒長龍都要食到嘅鹽焗乳鴿啊，喺屋企點樣可以做到鹹香入味又爆晒汁咁嘅效果呢？其實做法好簡單，只要一個電飯煲啊，10幾分鐘咧就可以搞掂啦。按照我嘅方法做啊，保證啊唔會翻車啦。鹽焗乳鴿嘅食材選擇啊都好關鍵，最好咧選3日左右嘅乳鴿，呢種乳鴿啊更加容易入味，肉質鮮嫩多汁。首先咧喺乳鴿表皮撒少少食鹽同埋高度白酒，用手捽一捽佢，鹽同埋白酒可以有效咁去除乳鴿嘅腥味。捽完之後用水清洗乾淨，放入一個大碗裏邊啊。跟住呢個步驟都好關鍵，大家你要認真睇啊！用呢個100度嘅開水啊，慢慢咁淋喺個乳鴿皮上面，將個表皮啊收縮變得緊實，咁樣唔單止容易上色啦，仲可以令乳鴿皮更加爽脆。飛水之後，將乳鴿啊撈出嚟，控乾水分啦，加50克嘅生抽提鮮，10克嘅老抽上色，再倒入一包五指毛桃鹽焗粉。呢種粉咧係用五指毛桃調配而成，香味濃郁，可以令啲乳鴿啊色澤金黃，鹹香入味嘅。我已經擺喺視頻嘅左下方啦，有需要嘅去睇一睇。最後淋一圈花生油鎖住水分，擠半個檸檬汁啊，加1克嘅廣東米酒，將料汁啊裏外塗勻佢。然後想乳鴿爆汁嘅話咧，記得喺白鴿肚裏面咧灌少少料汁啊，醃製佢半粒鐘。我每日都會分享簡單而健康嘅家常菜，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可以點翻個小紅心支持一下，唔該晒大家啊！咁電飯煲底咧鋪薑片、葱段同埋洋葱絲，既可以增香，又可以防止黐底啊！放入呢個醃好嘅乳鴿，剩低嘅料汁啊，全部倒埋落去，冚翻個蓋啊！整個過程啊冇加水，唔係嘅話啲香味會變淡。冚好個蓋之後咧，煮飯模式30分鐘咧就可以搞掂啦。時間一到啊，打開個蓋，香氣撲鼻，乳鴿嘅顏色靚仔，撕開之後啲汁水啊爆晒出嚟嘅，連骨頭啊都係香嘅，大人細路哥啊都爭住嚟食。學識嘅朋友咧就快啲去試一試啦，最好唔好忘記點讚同埋加關注喎。